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草根貓啊。華為推出全新嘅產品系列，包括手錶、平板、手機等等，同大家好快介紹下。新產品包括華為 Watch Fit 5同埋 Fit 5 Pro 系列嘅智能手錶，首創微運動模式，啱晒運動量較少嘅都市人。只要撳實智能手錶嘅畫面，轉去熊貓錶盤，就進入微運動模式，內置30組輕量舒展動作，涵蓋頭頸、肩背、腰腹等多個身體部位。另外，新功能仲包括全方位監測代謝數據，評估血糖風險，做好健康管理。無論你手機係用邊個系統，都可以下載華為 Health 同隻手錶做連結。華為仲聯同國際著名珠寶設計師一齊推出星鑽智能手錶 Ultimate Design。鑽切藍寶石玻璃錶鏡外圈雕琢60個切面，仲有手工裝嵌嘅天然鑽石，就好似一件藝術品一樣咁靚啊！鑽錶功能豐富，包括60秒微體檢，一個掣就可以生成10多項健康數據。之前拍片開箱過 MatePad 平板，今年全新版本 MatePad Pro Max 已經全球發布，更薄更輕，重量只係得499 gram， 厚度只係得4.7 mm。PC 級嘅生產力，實現零負擔嘅流動辦公體驗。手機方面，華為 Nova 15S 外形繼續帶領潮流時尚，配備8500mAh 超長電池續航力，出街唔使再帶充電寶。手機仲通過國際 SGS 5星跌落防護認證，防塵抗水，以後唔怕手機跌落地啦。鏡頭方面，5000萬像素超感光鏡頭，更加仔細捕捉色彩。小朋友智能手錶方面，新產品設計可愛得嚟又夠型格，功能完善，配備前後高清雙鏡頭，視像會議更加清晰啊！大家快啲上華為官方網站睇下最新嘅產品啊！